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都係告別劏房行動召集人鄭泳舜，早晨。早晨啊，蕭樂文，早晨，你好。幾時做㗎？你哋個調查同埋有啲咩發現呢？嗱，個調查咧就喺3月份到4月初嘅時候做嘅。咁因為因為減學房咧，即係嗰個諮詢亦都做緊啦，做過啦。咁嚟緊亦都會立法嘅。咁我哋都一路係希望了解下住喺劏房嘅居民佢哋嘅睇法啦。咁其實今次個問卷調查咧，主要喺深水埗區嗰度做嘅。咁住深水埗嘅劏房啦，大概訪問咗477位嘅朋友啦，咁樣。咁當中有幾個發現咧，我覺得都係我哋都想知道嘅。第一咧就係嗰個其中原來都有幾大部分嘅人咧，都同我哋講話，對於有接近八成嘅人咧話對於咧即係搬去即係可以做有呢個減學房咧，都相信係可以改善到居民嘅生活啦，改善到個環境啊咁樣。咁而咧當中亦都有8成幾咧，就因為咧其實我哋都好想知道佢哋究竟過去有冇登記做劏房租管啊嘛，因為呢個都直接影響減學房嘅登記啦。咁有8成幾咧話佢哋自己有同業主同二房東咧係有訂立租約嘅。咁呢個就即係當然而家同嗰個 AR2個數量就未必成正比啊。但係其實原來我哋發覺都有幾多人係做呢個劏房嘅，即係有做呢個二房東嘅簽約啦。第三咧就有6成幾嘅受訪者咧都話咧佢哋都願意咧係如果可以嘅話都搬入過渡性房屋或者簡約公屋嘅咁樣。所以整體我哋都即係希望呢啲調查都會繼續做啦，因為都想了解住即係居民嘅睇法啦咁樣。佢哋有冇都反映，譬如對於而家減學房各類嘅標準，無論係居住嘅面積或者樓底嘅高度、通風、採光等等，係唔係即係定咗出嚟啦，就改善到而家佢哋嘅居住環境咧？有冇提到呢一方面？嗱，我哋咧就係即係有啲係問題嘅，有啲係我哋有啲佢哋係有啲回應嘅。咁佢當中都有唔少嘅留言，都係即係填翻份文件嘅時候都話，即係佢哋覺得整體都係暫時都係可以接受嘅。即係當然佢哋都會覺得話個標準。即係佢哋都會睇下嗰個標準，日後會唔會對佢哋有個好大嘅影響咧？其實我相信現階段咧，佢哋反而係會比較擔心話減學房，即係簡直係要做嘅時候，喺個登記喺個改嘅過程裏邊，會唔會對佢哋個居住嘅生活有影響啊？咁樣即係可能係要搬出搬入啊嗰啲咁樣。咁但係咧，整體我問咗好多佢哋對於話即係譬如個窗嘅大細啊，或者係嗰個房間嘅大細啦，呢一方面佢哋都係接受嘅。調查係咪都顯示到租戶有啲關注，譬如大廈嘅消防安全啊，又或者日後單位係咪有窗啊，係咪有獨立廁所，係咪都有一啲事項係睇到佢哋關注係啲咩嘅咧？係啦，咁當然佢哋最關注咧就係喺嗰個安全上邊啦，即係佢哋第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對於嗰個消防嘅日後嘅提升住宅嘅安全啊咁樣。第二就已經講緊啦，就話嗰個日後有窗啊、獨立洗手間啊咁樣。第三就係頭先講到話，即係嗰個關於個加租啊，同埋小朋友嘅活動空間啊咁樣咯。咁呢個都係正常嘅，因為始終咧過去咧劏房大家最為人詬病嘅咧就係即係喺個消防嗰度咧係比較危險啲嘅，特別喺嗰啲尾房啊咁樣，亦都過去有好多次即係火警都有啲嚴重。我見調查咧就提到話有2成嘅受訪者係唔願意住過渡性簡約房，即係講緊簡約公屋定係講緊邊類嘅其實？佢哋咧係即係有當然睇講緊話有6成多咧，佢哋係願意去搬入去過渡性房屋或者簡約公屋嘅。咁有啲就話可能未必想去搬入去住啦，2成度啦。咁呢啲通常都係大部分都可能佢哋對於簡約公屋同過渡性房屋就覺得話都會唔會都係好多都係比較偏遠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呢個嘅情況其實而家成日都講話市區嘅過渡性房屋都唔少。而喺新界區嘅簡約公屋同過渡性房屋亦都係個配套亦都做得好唔錯嘅。咁呢一方面我諗透過宣傳啊各方面咧都可以令到大家係會知道更加多咯。咁其實當中我哋都有叫建議嘅，因為咧當減學房係正式落實嘅時候，可能係講緊下年年頭啦。咁有1年嘅登記期，跟住個3年嘅執整期裏邊咧，咁有部分嘅劏房嘅居民咧，可能佢真係會受到一定嘅影響嘅。例如佢哋話個業主話喂，我要改建喎，可能我有大半年呢個地方唔住得嘅。咁但係可能嗰個租客又想搬翻入去住嘅之後，咁可能咧即係譬如我哋而家都話喺過渡性房屋裏邊咧新加一個欄咧，係呢啲受影響嘅居民可能有個短期嘅租約咧都可以俾到佢哋入去居住嘅。咁可能留翻可能半年嘅或者9個月都冇問題嘅。咁呢一個亦都可能喺市區啊或者各個區域都留翻少少部分嘅單位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可能係優化可以幫到佢嘅地方啊咁樣。咁另外咧，第二就係咧，我哋都特別提到話嗰個早鳥。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之前咧喺房屋委員會度時候傾咧，就話政府都有個早鳥嘅考慮嘅，就話如果嗰啲劏房業主佢願意喺嗰3年嘅執整期裏邊咧，係早啲做
執整咧，就可能有個早鳥優惠咧，就唔需要豁免咗佢一個嘅登記嘅費用啊咁樣，或者減免一個登記費用咁樣。咁我哋都建議咧喺明年，即係如果假設立法咗之後咧，明年嗰1年嘅登記期裏邊咧，都可以考慮係做同樣嘅事情咯。因為我哋自己最希望嘅就喺明年個登記期裏邊咧，即係嗰11萬個劏房裏邊咧，啲大部分嘅租客業主都早啲做呢個登記嘅，即係唔好拖到最後一刻嘅。咁如果有多少少唔同嘅誘因咧，都希望可以令到業主係早啲去做呢件事。可以有咩誘因咧？呢個有，譬如認證費嗰個就有錢嘅誘因啦，但係你登記嗰個嘅誘因係咩咧？係啦，咁啊係咯，嗱，即係登記期裏邊，我哋都俾個豁免佢，即係嗱，即係譬如可能佢最後咧，如果佢係1+3裏邊咧，佢最後嗰3年話喺嗰個執整期裏邊，佢哋係早啲去做嘅，就俾個豁免一啲嘅登記費啦。咁1年裏邊個登記期裏邊又係可以豁免一部分嘅，咁某程度上都係增加咗一定嘅誘因嘅。不過都係重申啦，因為其實咧，始終登記都係業主嘅責任嚟嘅。其實今次咧都有一定嘅刑罰嘅，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我都期望即係業主都係去做好個登記啦。咁其實亦都可以把握住呢半年嘅時間嘅，因為而家嚟緊話講緊立法都仲有一段時間啦。但係我哋而家成日都講緊 AR2，即係嗰個租賃通知書咧，而家去到呢一刻，我諗大概係6萬度啦，即係6萬個單位度。即係而家距離大概係做咗可能4分3咁樣咯。咁但係即係個仲有一定嘅數量未做嘅。咁可唔可以呢半年裏邊再爭取多啲機會，讓到更加多嘅業主早一啲做呢個登記咧？有冇聽到有啲業主，尤其是啲年長嘅業主，對於即係日後簡博房嗰個認證啊，有冇啲乜嘢困難，或者聽到嘅意見係點咧？嗱，我覺得咧就喺嗰個1年嘅登記期裏邊咧，就其實只係做一個簡單嘅登記，我相信係比較容易啲嘅。咁但係咧講緊話要去執整嗰個嘅劏房變做簡博房咧，可能佢都有啲工程嘅。我自己都睇到咧，坊間可能離不開有幾種嘅，有一啲係小型嘅改建嘅，可能佢加翻一道門啊，或者開翻大少少個窗啦，咁就可能就已經搞得到啦，可能幾千蚊咁樣。有一啲可能佢個地方太細嘅，可能佢得7平方米、6平方米，咁佢要可能將一間變做兩間變做一間咁樣，咁可能嗰個工程費用又會大啲。有一啲咧就整體全部都要再執整嘅，咁可能又會大啲。咁我估係離不開呢幾種啦。咁我自己都提議話，政府話都可唔可以咧做一啲樣板房。即係讓到咧，大家坊間都知道究竟或者一啲嘅小業主都知道話，喂，你唔好俾人哋喎，原來咧你整翻個窗就得噶咯，唔使整幾萬蚊噶喎，其實幾千蚊就已經可以合規格噶咯咁樣。咁等到大家都知道話究竟係邊一類即係佢要做幾多個執整咯咁樣。好啊。